多謝 Jasmine 分享。接住我哋邀請咗中小企過來人，同大家講講數碼轉型嘅小故事，鼓勵大家善用政府資助計劃同中小企支援組 TechBuddy Meeting 技術支援諮詢服務，進一步提升企業持續發展能力。有請福匯坊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董事張海山 Eva 同生產力局中小企一站通顧問林振廷 James 同大家開心 share。Hello， 大家好啊！咁我哋首先歡迎下 Eva 今日衝過嚟向我哋介紹你哋嘅公司啦，同埋用我哋嘅服務啦。咁我哋不如講一講啊 Eva，你個公司本身係從事咩業務嘅咧？其實咧，我公司咧就從事咧係生產嗰啲即係自家品牌啦。咁我哋咧都會係做啲寵物嘅飾物啦、用品啦、配件啦、人寵嘅家品。咁例如係貓同狗同人嘅家私啦，同埋純手工嘅訂製嘅飾物啦。咁同埋就係內同定製嘅服務咁樣咯。係啦。咁點解揾我哋 TechBuddy 嘅服務嘅？其實當時啱啱咧開始搞個網站嗰時咧，就想做北美嘅寵物嘅用品嘅市場。咁其實咧喺網站建立初期嗰時咧，我對於網上嘅支付功能啊，或者係網站嘅排名啊、數碼嘅推廣啊，完全係冇呢個概念嘅。而最大嘅挑戰咧，其實係我本身咧未試過喺網上賣嘢嘅。同埋咧，未試過喺外國即係同外國人咧做生意嘅經驗啦。就算我俾咗錢整咗個網站翻嚟，其實我都唔識搞嘅。而呢個網站咧，其實咧係我自己一手一腳咧自己去set up 嘅。咁但係咧，原來喺 set up 嘅過程當中咧，唔係我想象中咁易啊。咁當我遇到好多例如系統上嘅問題啊，或者係推廣上嘅問題啊，完全凍晒喺度。係啦，好彩咁我透過生產力局咧嘅中小企嘅支援組咧嘅網站咧揾到個 TechBuddy 嘅服務啦，原來係可以針對電子商務嘅，係俾到一啲 idea 我㗎。咁揾我哋 TechBuddy 幫手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喺邊一方面裏邊最幫到你手嘅咧？其實啱啱開始嗰時咧，其實我係通過咧電話嘅網上嘅 meeting 啦，進行咗1對1嘅諮詢嘅服務啦，然後初步了解咧個網站嘅情況嘅問題，咁然後佢亦俾到嗰啲初步嘅建議俾我嘅，包括咧知道呢個網站咧去點樣去 set up 去推廣啊，例如就係點樣做 SEO 啦，同埋咧點樣喺 Facebook 咧點樣幫我推廣嘅。而進一步咧就係 Google Business 咧有乜嘢資料係需要令我去加入嘅。咁最後啦，最緊要嘅就係網站一個收錢嘅平台系統啦。其實有啲咩要注意嘅細節嘅事項咯。喺整個網站入邊咧，當我有唔明嘅地方咧，當我問到咧佢哋嘅時候咧，咁都可以知道點樣去解決，點樣去瞬間去解決個問題。呢個係我最重要嘅一個環嚟嘅。咁喺 TechBuddy 入邊諮詢嘅過程當中啦，咁我發覺咧佢哋咧都係好有耐性去耐心去聽我去講述啲我好唔明嘅地方，或者係我係完全都唔知點去 set up 嘅地方嘅。咁佢其實俾咗好多額外嘅建議俾我啦，去最後就整靚咗個網站出嚟嘅。咁例如就係話點樣解決到我網上做生意嗰啲疑惑啊？點樣去營運個海外網站嘅 tips 啊？圖片嘅設計啊？網站嘅效能啊？同埋點樣去關鍵字去 set up 咧？又或者去到一啲位就係社交嘅媒體平台，點樣幫我去網站去排名搜索啊？咁樣等等咁樣咯嚇。咁呢啲對於我一啲咁嘅初哥嚟講，由零開始去做一啲咁嘅小生意咧，俾啲名目我。咁然後後期咧個發展咧，令到我個事業咧同我嘅生意咧係事半功倍嘅。咁透過用完我哋今次嘅服務啦，咁我哋嘅服務之後，你嚟緊嘅業務仲有啲咩新嘅部署啊？其實咧，我透過佢哋諮詢幫手之後咧，咁而家其實開始陸續咧就成功咧，就開始喺北美同埋歐美嘅市場嗰邊寵物嘅市場嗰邊咧發展嘅。咁現時透過支援組嘅幫手啦，準備咧就係 BUD 嘅政府資助。其實主要嚟講，我進一步咧就係內地嘅市場啦，開拓內地嘅市場啦，然後開設咧電商嘅平台，希望咧進一步擴大唔同嘅市場，做大嘅自己嘅生意啊。咁希望就越做越強，係咁樣咯。咁希望你哋嘅業務蒸蒸日上啦，同埋都可以進一步將你香港嘅電商平台啦，越嚟越拓展去更加大嘅唔同嘅地方啦，咁多啲人去認識到你哋嘅品牌。咁我哋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分享到呢度，咁將個時間交翻俾思怡啊，多謝 Eva 同 James， 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度，以下會有少少活動。